咱即条来串联诗歌，圣诗546首。天父，我知一生光阴。咱来吟第1节、第4节、甲第6节。咱请思琴。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愿拢我靠你扶持。咱来请思琴，咱来吟全首哦，全首。安静心来准备礼拜。
开始进前，请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今仔日互阮聚集伫遮，共同来敬拜你。求你赐下平安甲喜乐，互阮伫这个礼拜中经觉明白你的疼甲恩典。求你帮助阮伫这个时刻当中，专心伫你的话语，愿你的信心充满阮，伫聚会中经历你的同在甲安慰。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请。所有的人拢亲像草，因的水亲像野地花。上主吹来风，一个扫过，草就干，花就谢。确实，人不过亲像草，草会干，花会谢。不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来吟圣诗135首。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救主，愿你做我牧者。我靠你扶持，带到草坡，互我饮食，陪伴羊条来保庇。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阮归属你。救主耶稣，救主耶稣，你赎回阮归属你。请咱起立来吟全首。Amen.
请坐。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要来学乐你，你真伟大、公义、搁慈爱。你创造了万物，也照顾阮的生活。阮要感谢你，每一天你拢充满恩典甲慈爱伫阮的身边。无论阮拄着困难，还是快乐，你拢无离开阮。阮嘛要承认，有时阮会犯罪、行歹路，阮要来悔改，并且希望得到你的饶赦。求你予阮气力甲智慧，予阮来悔改，照你的旨意来生活。阮嘛要为这个世界来祈祷，愿所有的痛苦甲无公义，拢会当得到你的解决。求你予这个领导者智慧甲勇气，予因会当做出正确的决定。求你保护遐伫困难中生活的人。安尼感谢甲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免。启应，启应文第33篇，诗篇139篇。上主啊，你有监察我、把我，对前方你嘛会看出我的心思。我的所行所做，你嘛拢知。你已经知我要讲啥物。你亲手保护我。遐尼高深，超过我的了解。行到倒位，我才会当多谢你。我若落阴间，你嘛伫遐。也是去到日落迄边。你的正手嘛会扶持我。叫暗暝甲我捏插。暗时亲像你是遐尼光。上帝啊，你的意念实在真好了解。我若要算，比海沙较济。上帝啊，求你监察我，把我的心思。求你指点我，予我无歹行为。来读上帝话记载伫圣经以赛亚书第40章第8节。草会干，花会谢，毋过咱的上帝话永远存在。愿上帝来的话做阮的引传。赞美，只是要请圣歌队，因今仔日要赞美的歌是赞美的歌。
感谢圣歌队的学老，这是要请讲道要请新德基督教关怀协会的李牧师来讲道。今日要分享的题目是遇见拐点，典范转移。各位兄弟姊妹平安，真欢喜其实大概来咱的教会，拢真正有敢若转外头厝的感觉吼。因为我就细汉伫长乐会大汉我伫细汉时阵伫永康长乐教会一段时间大汉一段时间伫台北和平长乐教会。来到咱搬来新地的当中呢，有一段时间，阮的办公室伫新地长乐教会，佮有一段时间是阮的足重要一段时间呢，我常常来公园长乐教会。毋过呢，我今日实在足惊吓的，因为呢，我写了这个题目了后，我就后悔。因为这个题目要翻成葫芦话有够困难。过去一个月，我拢伫台湾无共款的所在，阮咧巡回啦，所以我有2个工作，一个工作是新地联导会，我是执行长的牧师；第2个工作我们成立了一个职场的协会，叫中华扭转力协会。所以过去1个月呢，我们在推职场的一个运动，所以都在全台湾巡回。昨暗4个中会伫台北，咱中乐会4个中会伫台北办一个聚会。恁敢知影？包括咱新地中会、七星中会4个中会都在台北有一个第4届职场宣教论坛，在和平长老教会。足侪牧师甲我斗阵，我就甲因讲。今日到即马足晚咱较紧转去，因为我阁要转去新竹，因为大家明仔早起拢爱讲道我明仔要去公园长乐教会讲道，我足喘的。恁大家爱为我祈祷因为我的和老会实在无练转因所有人差不多10几个牧师行到我的面头前，甲我讲：你莫惊啦，公园足有名的，因足好的。因足宽广的，你残类讲不要紧，你后壁拢讲北京话，因也不要紧啦十几个牧师讲，你明天去公园长老教会要帮我代为向大家问好可是我都不知道那10几个牧师叫什么名字，所以请大家接纳我。我有一字写落来，过去2个礼拜我逐工住伫无共款的旅社，半暝拢在写今日的歌所以请大家为我祈祷。然后另外有一个见证，就是嘛是昨因为我昨足喘，因为昨透早阮7点就出门去台北去和平教会，到下暗8点外，阮伫遐咧收的时阵，我拄着人甲我讲话，我都讲。Sorry， 我今日无啥物心情，我即马足喘，因为明仔载我要公园。有一个人甲我讲一个见证伊讲寇尚恩牧师一届去香港的时阵，伊要讲北京话华语的讲道，有一个人会帮他翻广东话伊讲迄个翻译从华语翻成广东话的人突然生病没有来。所以寇尚恩牧师必须自己用广东话讲到，他从来没有，他就跪在地上跟神祷告，他居然用广东话讲完了。所以他们昨天所有的人都跟我说，我甲你祈祷，你明仔突然就有一个圣灵充满，让你讲葫芦话。毋过看我即马个 K， 可见没有被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请大家忍耐。然后我刚刚要下来的时候，小杨长老夫妻就安慰我说：“没关系那个他们都听得懂，搞不好你说
河洛维他们反而听不懂，你还是说华语就好了。大家可以接纳我吗？好，那给神一个掌声，也给我一个鼓励哈。今天这个题目，因为它是一个比较现代所讨论的一个议题，所以是最近的一些专有名词和英文，所以真的很难用河洛维共。下次我会去长老家哈，坐在那里，请你帮我补习这样子。我讲一句，陪我讲一句，但是今天就容许我讲快一点。好，第一就是让大家知道新竹联导会是新竹超过100个教会合一，从这个90岁的牧师，他96了，他现在96还在哈。他们那一年的创会元老，那所以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我们会把全新竹的2年级、3年级、4年级的退休牧师找来尊荣他们，包括我们的退休的詹牧师，我们都会请他回来。那到了复活节的时候，我们需要万人崇拜，因为更多人聚集在一起崇拜，我们才有麦克风，才有影响力，有媒体效应，让人知道，全城的百姓都必须知道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Amen。那我们有一个公益行动，2024年3月29，你可以来巨城参与我们。我们要在受难节的时候，就是耶稣为我们流宝血，众人一起齐捐血哈。然后我们有很多的词汇工作，公园长老教会也有弟兄姐妹参与哦。你们可以想象吗？这些人就住在我们附近10几分钟哈。那他们的脆弱家庭，他们需要经济资源的时候，我们会帮助他们，包括更生人的家庭的孩子，或者是单亲，或者是他们是低收入户，我们会找出550个孩子，让他们帮他们完成550个心愿，并且给他们礼券啊哈。那今年我跟大家所报告所有都是今年我们家中发生的事，包括我的父亲去世啊，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在这个过程中，因为殡葬仪式非常的不顺利，所以让我有很大的震撼。因此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帮助啊。刚刚诗慧有带我们来念，好不好？你们陪我用华语再念一遍，一起来，请。草必枯干，花必凋零，唯有我们的神的话必永远立定。那上帝话的亲像目镜安尼吼，将阮的人生看好清楚，知影咱要安怎来活。当咱在思考咱的人生的时阵，咱爱离开我们的地球表面啊，你们就可以知道。你看，我还是这样讲，你们比较听得懂啊。我们必须离开我们的地球表面啊，超越时空的来看我们的人生，让我们真的来思考，也许100年后，你希望回头来看你的人生，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哦？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有很多的拐点，那在这个定义时刻呢，在拐点的时候，就是重新定义自己是谁的时候，面对人生难题，茫然不知其解的时候，被突如其来的事件冲击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让你觉得不合理或自尊心受挫的时候，有很多选择不知道如何定夺的时候，有太多需要改变无从下手的时候，面对难题想要让你转身逃跑，让别人替你解决的时候，你曾经遇过这样的这6种其中一种时刻的人，举一下手。请放下哈。那我想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拐点，在平顺的时候，我们很自然而然的都会用我们人的老我跟本性去回应我们平顺的时候。平顺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考试可能要考比别人高分，我才可以被看见；我的工作要比别人好才看见；我作为一个母亲，我希望我的孩子各样的表现比别人更好，我才觉得这是我一个好的成绩单。平顺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走知识树的路；平顺的时候，我们比较容易用我们天然人的反应去反应。各位弟兄姐妹，可以回答我吗？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最需要打败的敌人是谁呢？大声一点，自己。所以往往是在挑战的时候，我们遇到关键性的决定的时候，我们需要面对，到底是要用老我去反应，还是基督是我的生命，
唯独基督，唯有基督的生命去反应。老我的反应往往是从我们的原生家庭来，我们的信念，我们的家庭来。可是当我们遇到困难跟挑战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回到我们的内心，倾听我们内在的声音来做决定。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刚刚我们要下楼的时候，小杨哥就跟我说，其实每一个阶段都是拐点的，每一天都是拐点，每个选择都是拐点，这是对的。但是一定有重大的拐点，重大的决定会对你的人生有完全的翻转。今天你明明想要吃面，你的朋友拉着你说不要啦，我们去吃河粉啊，或是拉着你说我们去吃饭，这个决定不一定会，它可能是人生的一个插曲，可能是一个偶遇，让你人生有一个缤纷的色彩，但是它不会全然改变你的人生，赞成吗？但是结婚，到底你的职场的核心是什么？到底你会投入什么信仰？到底你要怎么样维持你的健康？某一些领域，一定是重大的决定，会影响你人生的决定。那个决定会使你决定你到底在这些关键的决定，让你定义你自己是谁。我决定我要继续跟世界的标准走。别人要换房子，所以我也要换房子；别人开名车，所以我要开更大的名车。在这样的一个不同的选择跟决定，或者我的小孩一定要读名校，我的小孩一定要读那个收入更高的一些比较好有好收入的一个决定，这些决定都会让你关键性的决定，让你不断的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这都是需要聆听你内心的声音。我在为这一堂的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想起我跟我的先生有一个见证。有一天我去一个教会，他们请我做布道会的讲员，2个月前就跟我约好，然后呢，我把我的主题都写好了，还跟那个牧师对说主题长这样。那是一个很年轻人的教会，所以那个年轻人呢，做了一个文宣，聚会前3天，我突然想到，就问那个主任牧师说：“你们的文宣长怎样？因为听说是主要是针对社区，你可不可以把你的文宣给我看一下？”那个牧师就把他文宣给我看，我一看那个文宣不得了了，跟我本来写的主题根本是两码子事。3天后就要聚会了，我吓死了，连夜不敢睡觉，重新写了一个全新的讲章跟讲道，而且那个讲章呢，还就放了这张 PPT。我连夜前一个晚上没睡觉，就放了这张 PPT。第2天我去讲道，讲完道的时候，我就呼召大家说：你一定要明白你人生的意义，你一定要明白目的、身份跟价值。突然我看到我的先生呢，在后面一个角落，聚会结束很久了，他们还在讲话。那反而是平常都是我先生等我，在那一天呢，是我在等我先生，还在一个角落陪一个我不认识的弟兄讲话。聚会结束上车已经很晚了，是一个夜里，晚上是快9点半快10点，我们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就问我先生说：“你在跟谁讲话？你认识他吗？你怎么跟他聊这么久？”他说：“这个人啊，是出家有法号的人，路过这个场域，他听到里面有唱歌进来，他打开他的记事本给我先生看。第一，他想要自杀，因为他的小孩长大空巢，离婚了，父母亲去世，孑然一身。他觉得他活在人生没有意义，所以呢，他就在他的记事本写说：我今天晚上需要知道我人生的意义是什么，我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不然我就要去自杀。然后他为什么会来那个布道会呢？他是路过，他的朋友约他在竹北的一个新兴社区，那边有一个新的喷泉，他的朋友约他去那个喷泉喝酒。他打算喝酒之后，就要找不到他人生意义跟目的，就要自杀。我有一个感动，在这一场的聚会里面，想要跟我们在座很多重要的领袖说：
知道每一分钟在这个世界上，每一分钟超过15个人自杀，1分钟有15个人自杀。台湾在过去这1年来，自杀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因为最重要，大家临终之前，对自己人生最后悔的事，是因为没有赚大钱，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车吗？弟兄姐妹回答我，是因为没有钱。临终最后悔的事情是这样吗？不是。我们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生命的意义、目的、身份跟价值。而神透过教会基督的心腹，向这个城市、向这个世代说话，让人走进教会，找到人生的意义、目的、身份跟价值。而教会要成为答案，最重要的，首先是弟兄姐妹先找到自己的身份、意义、目的跟价值。阿们吗？阿们吗？现在所有的全世界的教会都遇到这样的挑战。后疫情时代，很多人回不来了，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习惯，我们的年轻人都是原住民，他们叫网络原住民。他们出生的时候就有网络了，他们习惯在信息时代，人与人面对面坐在对面，不开口跟对方说话，面对面餐桌坐着，彼此在传来。你们有没有在餐厅看到这个景象？所有一家人坐在餐厅吃饭，大家都在看什么？手机。手机是我们最严重的小三。所以我们教会要面对这个环境的改变，我们要去看我们怎么样开创明日的市场，我们怎么样为这个城市，为每走进教会的这群人来解决问题。我们怎么为我们的年轻世代解决问题，让他们找到永恒的真理跟永恒的爱。我创了一个节目叫 Never Give Up NGU 俱乐部，欢迎大家可以来向我报名，说选我，讲我愿意上这个节目来讲我的故事。这些事我刚刚前面讲的都不重要，可不可以邀请弟兄姐妹跟前后左右的人说，你是神的公主，你是神的王子，今天最重要是神要向你说话。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典范转移、管理改变。在拐点的时候，遇见拐点，典范转移。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拐点，我们人生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们人生遇到跟家人沟通不顺利的时候，跟自己的内心罪疚感挣扎的时候，我们与人沟通，我们的梦想还没有实践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自己有哪一个不可取代的价值的时候，我们遇到这个时候，好不好？我现在先从希伯来书11章来讲，这样子来回头来看我们每一个个人人生遇到拐点的时候。希伯来书11章，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但以理、以斯帖，一直到每一个神所用的人，他们都是先天性带着优先的条件，带着很多的优势，所以他们成为那个世代的祝福，是吗？是吗？他们带着巨大的财富，他们先天就是王子，是吗？不是。神所重用的人都是大人物还是小人物？神所重用的人都不是小人，但是是小人物。阿们吗？神所重用的人都是小人物。今年我遇见我父亲去世，对我来讲是一件非常伤心的事情。虽然他高龄去世，可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重组家庭，我的父亲在我年幼的时候就离婚，所以在他去世之前，我非常非常想要完成，在我的家族完成一些事，我想要没有遗憾的跟我爸爸告别，但是我没有做到。我心中在我爸爸去世的那段日子，头一个礼拜、第一个礼拜、第二个礼拜，我心中回旋的都是很多的遗憾。我心中回旋的，甚至是对我的生命的价值的一个重新问我自己，
到底为什么我会出生？我父母亲的离婚，我的父母亲两边都有重组家庭，他们对于我们所有不断的在我们生命中种植的信念，都是告诉我们，我们的出生是一个错误，因为他们对他们的婚姻是一个否定。所以我在刚刚那堂没有讲，我有一个感动，想要跟这一堂的弟兄姐妹说。当我重新在这一年去面对我父亲去世，我重新去面对我的意义、目的、信念、价值的时候，神不断的让我来看希伯来书11章，这些每一个人，到约瑟到大卫，他们每一个人一生经历过很多的患难，而且他们都做了很多不完美的决定，他们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可是神仍使用他们。而且最重要有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知道他们要为神完成一件事，一生完成一件为神做的事，这就够了。以斯帖说：“死就死吧。”更重要的是，他不是为了王后的位分，他是为了知道他要为神让犹太人不被灭族。所以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以斯帖说这句话的时候，还只是一个10几岁的年轻少女。大卫去打败歌利亚的时候，他只是一个17岁的孩子。他爸爸甚至忘了他。当时全世界最重要的先知来到他们家的时候，他爸爸数儿子，还忘了数这个儿子。他是一个不被看重的人。可是当大卫打败歌利亚的时候，他靠的不是有形的，他在做一个典范转移，他靠的是无形的。无形的典范转移是什么？用无形的力，内在的，在我里面的比在世界的更大，在我里面的胜过这个世界。所以他是用无形打败那个巨大的有形的歌利亚。今天我们公园长老教会有一个命定，我们今天所有的教会都面临一个拐点。这个拐点就是在后疫情时代，网络聚集、全球化讯息时代，虚拟的世界在一个更大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怎么跟新的年轻世代说话？我们的教会怎么成为新主的答案？我们的教会怎么成为这个社区的答案？我们的教会怎么成为年轻世代的答案？我们一定要典范转移，让无形的事情打败有形的。歌利亚拥有的是很雄壮的武器，大卫拥有的是无形的信念。他说：“我怎么能够让这个人羞辱耶和华呢？与我同在的比敌人更多。”阿们吗？无限大的神在我们当中，不管我们个人、我们的家庭、我们的职场、我们的教会、我们的小组，我们可不可以相信无限大的神成为我们的答案？ Amen。 在这个遇见拐点的日子，我们能够一起典范转移，让我们真知道这个时候我们个人真的在任何一个拐点的里面，我们抓住主，让神成为我们的答案。有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在天堂的门口遇到很多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他们都不进教会，不愿意进天堂。我在梦中非常的伤心，一直哭到哭醒。醒来以后，我跟我先生说这件事。我先生说：“你不要沮丧，因为他们已经在天堂门口了。我们只要知道我们怎么样子按着神的心意，对齐神在现在的文化处境来回应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一起来请。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实际上我们是神的创作，是为了美善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神早已预备好美善的工作，要我们在其中行事。
我们人生的目的在出生之前就预备好了，而是不停的在神的跟与神互动当中，才能够完成神给我们的信念。我介绍大家看这部电影叫《不完美的正义》。这个哈佛的律师得到证照，却投身一个无偿的一个救赎，他去监狱里面救一个20几年的死刑犯。这个20几年死刑犯不断的被他说，到底跟贫穷相对应的词句是什么呢？他觉得是正义。正义跟怜悯息息相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对眼前的不公不义伸出援手，坚持做对的事，就能够对希望带来力量。我读这篇文章，他出了一本书，我读的时候心里觉得不可思议。我觉得贫穷相对应就是要给他们经济跟资源啊。直到我读圣经读到读一段圣经，是大家很熟的圣经。世人啊，何为善呢？就是什么？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我们是不是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呢？我们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怜悯新竹有很多没有信耶稣的百姓，怜悯很多的第二代、信二代的孩子不愿意进教会。怜悯，我们用着谦卑的心来怜悯年轻的世代，为什么他们不走进教会？我们是不是能够带着一个怜悯的心，看见他们在世界撒旦的掌握里面？让我们能够看见，当我们教会起来刚强壮胆，当我们每一个人看见神给我们的天赋异禀，我们生命有一个不可取代的经验，我们有一个特质带来我们的热情。我们每一个人，无论你今天几岁，如果你能够用使命为引导，能够找到你地上的职位，找到你属天的位分，你就会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小水滴，但是把我们自己投身于大海，大海就是小水滴的一部分，我们拥有了大海的全部。没有人是完美的人，也没有人可以完全的，一个人不可能完成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复兴的拼图。新竹的众教会在合一的连结上成为基督的心腹，而我们公园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同心合一走在一起的时候，神一定会透过合一来完成神要我们做的事。只要我们合一，加上无限大的神，我们可以做的事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阿们吗？耶和华以勒的神必要成为我们所有事情的答案。各位弟兄姐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上帝是不是我们的第一？是吗？如果上帝在排顺位是我们第一的时候，当我们人生有很多事情需要去面对，比如说我的小孩生病，我要去医院抢救我的小孩，这是我的小孩是不是我的第一？那上帝到哪里去了呢？第一、第二永远都是相对的，可是神才是我们的唯一。在天上我们没有可爱慕的，在地上我们没有别的可慕的。我一生一世都要住在神的殿宇，瞻仰神的荣美。阿们吗？那殿宇在哪里？在公园长老教会吗？还是在哪里？在我们的心里。如果我们心里一生一世都有唯一的神来充满我们，让唯一的神成为我们每件事情的答案。在这么严峻的世代，新竹科学园区有一个总裁告诉我，他花了10年栽培一个接班人，可是后来发现不行，那10年的预备，那是一个股市上市公司。他说这10年的预备那个接班人是不行的，因为他们10年的预备都是可以满足过去，没有办法满足未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教会面临的是更大的挑战。我们怎么样立足于在神的话语里面，迎接让我们的教会世世代代成为神的居所？阿们吗？这个时候我们遇见拐点，我们需要典范转移。典范转移需要用新的观点、新的眼光
来看新的世代，让不变的神，永远不改变的真理，永远不改变的真爱，唯一的神，成为我们在每一件事情的答案。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感谢你，因为你伫阮，你甲阮同在，你伫遮是阮的爸，是疼阮的爸。你知影阮心所思想的，你知影阮心内所有的需要。你对阮讲话，你即马伫遮，互阮来思想你伫圣经甲阮讲的代志，互阮来行每一步的时阵，上帝你来引带阮，甲阮讲话，得着阮每一人的心奉献伫你的面头前。阮的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对不起，我忘了这有接。来吟回应的诗，圣诗546首。天父，我知一生的光阴，请大家起立。请坐。这是要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请事先同工。
请大家起立。请咱三个额头来祈祷，听阮的天父，阮感谢你，赏赐阮平安。主，你使阮有才能伫社会中贡献。主，阮今仔日奉献阮的金钱做你圣工的路用，愿你感纳。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你的名求，阿免。请坐。只是要来报告。今仔日咱主理欢迎新德联合关怀协会的总干事李牧师伫两场礼拜伫遮来讲道。后礼拜主日是伫圣经下义举办野外礼拜，咱等一下请文静长老来报告吼。第三点，本主日大祭礼拜了后，伫七寮副堂要召开野外礼拜筹备会，请同工伫七寮来用餐。顶礼拜主日顺利召开临时会员的学会。咱补选的结果有2名长老：陈美生长老、陈新白长老。4名执事：李信明执事、黄太一执事、刘孝先执事、苏家豪执事。愿上帝来祝福。第五，顶礼拜主日。咱嘛完成2024年的中执会的组织，事工的长老是礼拜组是陈美生长老，传道组是方东立长老，团契发展组是陈建端长老，财务组是徐瑞林长老，文道培育组是陈新白长老。主理屋教育组是林金熙长老，关怀服务组是陈纯美长老，总务组是陈文静长老。第7点，第4期的幸福小组，咱已经开始聚会啊，伫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3点半到5点是。好所在小组，礼拜六下午的4点半到6点半是运动很幸福小组，礼拜日下午的2点到3点半有一个社青的小组吼，咱兄弟会当为咱还未信主的亲友来祈祷吼，嘛会当邀请咱的亲友来参加幸福小组吼。第8点，近期的信礼典，咱定11月5号伫两场礼拜中来举行，请兄弟来致意。具体的消息，本会邱平利弟兄10月11号暗晓主怀，愿上帝安慰伊族。个别礼拜是10月28号伫咱上午伫10点伫公园教会来举行，请兄弟来关心代祷。以上，请长老来补充报告。
个放到那个PPT 的档案哈。现在大家平安。平安。咱后一礼拜，这个所在遮无聚会，咱刷去圣经学院吼。咱知影3年的隔离，互咱中间的互动愈来愈少，也有人关系伫迄个网络顶悬咧看礼拜。上帝设立教会，是期待咱会当通过集体交通连接，会当互即个听伫咱的中间来流动。所以，咱办即个野外礼拜，是为着咱众兄姐会当伫迄个当中，会当有做伙食饭，做伙交谈，会当互迄个感情的温度会当来提升。伫网络中的交谈其实是无温度的，即甲你厝内人共款。你厝内人的若无咧讲话，迄个温度是30度。若有咧交谈，有咧相用，即个温度是会一直提升，一直提升。家庭的和乐是会愈来愈好。我嘛咱兄弟还未报名的，赶紧伫较等的时间内底，紧完成即个报名的程序，互咱换第2张。咱的时间大约是8点半到9点是同工会去迄个现场做准备，9点到9点半是报道的时间，但是咱9点半就要开始，所以美美国团队设计一个抽奖，9点以前到位的会当摕2张的迄个摸彩券，9点到9点半会当1张尔，有抽奖的奖品。所以咱伫整个9点半到11点半这个中间的礼拜，到尾奉献了后，迄个诚信白长老会来主持这个背金句，就是美碧谷的重点，透过这个类似游戏的当中来敬拜，来领受圣经的话，透过佚佗，咱来背圣经的金句，这有一个抽奖，迄个抽奖内底，美碧谷团队会准备奖品，好，来11点半到2点。原则是咱食饭，还是咱做伙交通的时间？当然，若较早结束，恁过当较早来离开。当工是到迄个时阵，咱会当来做迄个说来去，咱搁看另外一张。这个是上倒手边迄张，左上迄条相片，就是咱行入去圣经学院的大门，就是一条路一直行入去。你也去看到迄个中迄张相片，遐有迄个各种指示方向的，迄个就是伫互咱看主圣馆的所在。行到右上角迄张相片，迄张相片就是要为教育大楼要弯对主圣馆遐入去。右下角迄张就是你转弯了后，你就直直行，就看到迄个主圣馆红色框框迄个红色的框起来迄个。迄个就是主圣馆，以早游泳池。咱早前咱伫圣经学院有一段时间建堂的时候，有伫遐礼拜，迄时阵是游泳池，即摆是游泳池来废除，改做一个主圣馆，多功能的中心，场所。好，下一张。这个来，迄个大门入去了后，内底场地是安尼，大家毋免惊，迄礼拜有椅圣经学院会替咱安排椅美美国遐会画迄个椅的图，互因来摆，这是迄个会当做几种用途的一个场所，安尼。好，搁下面一张。这是咱中昼要食饭合菜，就是咱食倒的，食倒的就是对咱入去大门入去了后。
正手边第一栋大楼，迄是因的行政大楼，第1楼的地下室，咱合菜食倒的，佮伫遐食。好，来，这是野，迄个伫野外食饭的，野外食饭，这是一个角度看，好，过来。好，这是迄个野餐桌的，嘿，好，过来。哦，这拢是过这个圣经学院迄个平面图所看到这个约旦河，另外一边有这个右上左上迄个相片，哦，迄个相片也有一寡岛啊、椅啊，吼，当然是石岛，吼，石椅。好，过来这个就是教育大楼，吼，好，教育大楼的2楼有小组会当聚会场所，吼。迄个所在就是咱野餐，若落雨的时阵，若落真热大雨的时阵，咱迄个外汇就是请人煮好载入来迄款的，会带伫2楼来食饭。哦，落雨伫外口可能较无适合，个刷来遮2楼教育大楼的2楼，遮有教室会当迄个来使用。哦，好来，好，毋茫咱。还未报名的，紧报名哦！今仔日有一个付费通知哦，爱付这个聚会的通知。这个通知，请咱注意，免费用，但是听这你会使为着这个来奉献哦。10月28暗时个美美国团队个入去排练。较重要的就是咱的这教会所准备的计程车，请迄天政会的通知司机，带恁载去圣经学院，哦，会当坐入去到内底，因为为大门到内底差不多也阁有200公尺，哦，也阁有200公尺，所以你免烦恼迄个我计程车坐去无方便，哦，这政会干事才会安排，哦，毋茫你有需要计程车的。你会当甲政会干事遐来通知，哦，这是教会特别有即款的安排，请你安心来参加，哦。来，迄一天骑奥多摆也是开车的，原则上拢会当入去内底停车，哦。迄个交通引导的人员会带你安怎引带你个对伊安尼来走，哦，来开来停，哦。以上安尼报告，毋茫大家会当伫迄一天做伙来聚会。愿上帝听伫咱的中间有真好的劳动，多谢大家。来今祝福蔡肯的信诗18首，愿主人脉甲你同在，请大家起立。咱来徛起来领受上帝的祝福。咱心内有痛苦、有困难的人，今日上帝要来安慰你。面对这困难，勇敢的
来改变。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甲咱伫地对即时直到永远。阿门。请坐，彼得。